看这位到美国职棒大联盟红袜仔队发展的台湾好手，但这个张育成今仔日阁有好表现。伫打击方面，为球队贡献着2支的安打，阁演出伫个大联盟生涯第2届的投走率，就是盗垒成功。守备的能力嘛得到总教练的肯定。 红袜甲日用九人进行第3场系列战，台湾的高手张育成继续先发做第9棒游击手，和维罗纳鲍尔拍通认督2美，这个张育成继续发挥，虽然伫头一摆时攻出个球，互人接到。第4局顶半局攻出的球嘛，互人神到。不过到第3摆时，张育成这场头一记安打来啊。Shallow center, long run Weimer, base hit. 张育成一场贡献2记安打，而且挖苦真好的机会，这位头一摆盗垒成功，这嘛是讲部长伫大联盟第2摆盗垒。看看伊的控球，出来看伊守备的表演。 Sliding stab here by Chang, up and throwing, and a scoop to get the out. 红袜队球迷一直拍扑啊，攻击就是张育成的日常。伊伫第3局顶半局接到球了后，快团刺杀对手，连总教练拢讲张育成的手臂都是在。那你到底这场比赛结果安怎呢？除了张育成攻甲守表现拢真好，另外一位亚洲的选手吉田正尚变成这场比赛的风云人物。 There's a swing and a liner to right field. That one's well struck, and that ball is gone. 尤其到上伫第8局顶半局攻出一支全垒打嘛，顺势将最近的技条拢扫了了，结果一支咏春炮敢有够。Swing and a high fly ball. That one's deep, way back. It is gone. 吉田正尚伫同一个半局又攻出另外一支满分的全垒打。 队友受到欢喜，就知影讲这个尤其打上一局攻出2记全垒打有偌严。红袜队伫第8局顶半局管9分，将对手拍干得密密麻麻，主场的球迷拢看甲袂做咧，提早离开。最后红袜以12-5赢酿酒人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